依照都市计划法，商业区会当为摊贩集中场的使用。位伫东区南港购物中心对面，大益货柜商店街，进前因违反使用计划，被开发甚至废除货柜市集的计划。不过业者对今年初提出夜市的申请，经过3届审查、送件甲改善，目前审查会议原则上先后通过。不过后续还阁需要收集法定的意见。对此，议会财经委员会上午嘛是提前拢会刊，纷纷表达意见。其中针对摊贩的画设甲停车格位的问题，民意代表甲里长认为，无应该将邻近的公设停车格嘛纳入。摊贩本来摆伫遮嘛吼，伊即个停车场才做瓦就对啦。以后才会当你啊看画家会当做摊贩，会当做摊贩哦。摊贩伤济，吼，摊贩伤济的时阵，这停车格就无够，啥无够？一个摊贩无可能车驶入去家嘛吼，车物件可能车停在内底，哦，停在内底嘛吼。内底咱若摊贩较济时阵，你甲看遮停车场够有够？迄停车场你怎么看？会停的，停一停，搁地下停车场，9月月初的到现在，只要有假日怎么样，10点以后搁停无啥会落。对此，市场管理处甲夜市代表回应，原则上摊商袂去占用夜市的停车场。很多下午摆摊的人，他们都是请货车把他的摊位调来，然后他人呢，大部分都是骑机车啦。好，一般大概都是这样子。我不晓得这个大家理解是不是这样子？的话，那你以后那个停车梗不能停摊商的车喽，你要这样保证啊。没有。我们这个可以要求业者一定可以做得到啦。我们很多的摊贩都是摊位固定在这边，他们只是骑机车来。之前我们就要求摊商车辆不能停放在我们私设的停车场里面，要离开。这之前我们就要求过，所以我们对周边的交通停车，我们也尽力在要求。之前都已经这位贵雅盖啊，然后我们也会聘请那个义交，聘请自聘那管理员、交通员，对附近的交通、环保，所以我们都会要求。因为大益夜市原先摊位的画设有513架，不过提供汽车架只有125位，机车架位525位。议员认为，如果摊商踊跃，到时是不是会牺牲停车位？因此，委员会嘛做出几点的决议。应该有足够的汽机车停车格，以容纳摊商及逛夜市的游客及管理单位。第二，对夜市可能产生的周边的停车违停，还有那个交通阻塞、空气、噪音等污染的问题，台南市政府及业者应提早因应，让夜市游客有一个优质的休闲空间。第三个，请台南市政府未来督促夜市经营业者确实执行交通、消防、公共安全、安宁秩序及环境卫生等管理工作。以致力降低对周边住户造成的影响，确保夜市经营符合市民朋友的期待。议会财经委员会认为，虽然商业区会当为摊贩集中场的使用，只要业者合法来申请，委员会并无意见。不过后续的管理甲维护，委员会认为公部门甲业者一定要来严格把关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